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維園約定你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執行會長吳旭陽。我係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彭佐夫。我係常務副會長兼師傅劉家倫。遼寧嘅寓意係遼河流域永遠安寧。遼寧係中國東北唯一沿邊沿海嘅省份，地處環渤海和東北亞經濟圈核心地帶，被譽為共和國工業長子，亦係中華文明嘅發源地之一。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始終致力於推動遼港之間嘅深度交流，將家鄉文化帶到香港。所以今次家鄉市集，我哋將遼寧最地道、最靚嘅美食千里迢迢帶到嚟香港。請大家一齊試下遼山遼水嘅真味道。我哋今年係第一次搞熟食嘅檔攤，專登請咗遼寧嘅大廚過嚟，現場即煮即賣，用最熱騰騰嘅鑊氣煮出一直流動嘅家鄉盛宴。首先係我哋嘅明星產品遼寧海參，佢嚟自大連嘅渭南海域，吸取深海精華，肉質豐腴，蛋白質豐富，營養價值高，有海八珍之首嘅美譽。仲有丹東朝鮮族嘅傳統美食糯米豬血腸，點啲蒜醬，一啖將你帶到東北街頭。食完熟食仲未夠口，我哋仲有各種人氣零食同山珍海味。呢個係遼寧杏仁野山參，杏仁係中國野山參之鄉，參體外形靈秀，大補元氣，係傳統養生珍品。我哋仲有金黃酥脆嘅朝陽小米鍋巴，粒粒香口嘅脱油花生，同埋被譽為理中皇后嘅南果李乾，等住你帶返屋企。6月3號到7號，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喺維園約定你。過嚟我哋家鄉市集嘅攤位，品嚐家鄉味，打卡，仲有神秘禮品送，一齊感受遼寧嘅活力同熱情，體驗遼寧嘅獨特魅力。山海尋真味，香港共此先，我哋等緊你，不見不散。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維園約定你。